来自大台南170几间宫庙甲教会拢组织伫永华市政中心相当盛大闹热。每一个团体代表手提整锤，大家拢是为了响应跨年要来考证祈福的圣事。其实该活动4天前对祝福宫发起，结合一福宫、中福宫等3间宫庙，经过社区大厦、跨区、跨宗教的串联，一直到现在，迎接台南400，伫民政局的号召，已经超过400间宗教团体响应，嘛，互发起人相当感动。希望用考证代替烟火，成为无同款的跨年甲台南传统特色。阮当初会发起这个活动，咱嘛希望讲，咱用这个庄严的钟仔声来代替这个炮仔声，吼，咱400间庙、400间教堂，吼，会参与，咱等于嘛是讲，咱创造400个舞台，互咱在座年轻的这个表演团体。互因有一个舞台，哦，算讲一方面甲社区、甲庙宇、宗教会搁较密切的连接啦。哦，这个活动是咱的起手式，咱会用这个第一声，甲所有的世界各国的人邀请来到咱这个城市，看咱400档甚至超过400档的历史的发展。尤其这件代志，拄啊咱蔡厅长讲的，只有咱台南人做会起。会中市长委托伫发起人甲社区大厦为见证，嘛向精神考证，号召市民12月31号暗时11点15分就近到庙宇或是教堂，共同创造历史。鸣钟，钟声在响，市政昌隆，在鸣钟，钟声3响。国运兴旺，3鸣钟，礼成，谢谢。像有的地方是举办耶诞点灯，好，有的地方像纽约大苹果是举办跨年，大苹果就会落下来。澳洲雪梨是举办跨年迎接第一道曙光，在雪梨歌剧院。所以在台南就有公庙自主性的发起跨年敲钟祈福的这个活动。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这些宗教界的人士，包括公庙、包括教堂、包括教会，还有包括佛寺，都来响应。那尤其2024年是台南400，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有400所以上的这个公庙、教会，各个宗教的这个一起共同来发起。市长委托就任5天来施政成果，嘛是每年台南400推动市政发展的重要里程碑。台南成为众神之都，嘛积极筹办台南400宗教历史的巡礼，希望这个宗教力量、这个考证祈福，将台南推向世界舞台，迈向后一个100年的基础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